Hello，大家好，返到嚟頭像貓，睇睇啦，上一期每月嘅第9期啦，每月第9期就7號喺度，29係特碼，23最多都只係2個半字，跟住呢，整體呢係波色平均，唔係偏雙，係偏少。上期開咗偏單啊，超超加埋呢就24個，24個呢，你都有機會呢係中到呢3個半字，仲爭邊啲號碼？睇咗3個半字，整體呢，又唔係旺10個門喎，係反而旺20個門喎，係一個調翻轉嘅勢喎。然後呢，尾呢，唔係旺2尾，5尾冇開。48開咗呢一個嘅特碼模式666係啦，開咗呢個特碼自選啦，淨揀中個特碼啫，係啦。咁32個啦，上期就覺得32個太多啦，不過你哋都可以做一個選擇。咁樣32個入面呢，你個機率就大啲，因為波都多啲啊嘛，係咪？不過個款呢，佢似乎係集中咗喺中間呢一行喎，佢係集中咗喺中間嗰行喎，非常之誇張啊！7個頭像喺度，但係呢，如果你淨係集中喺中間呢一行呢，二獎嚟嘅，二獎嚟嘅，用晒就太多，係啦，佢係集中喺開過2次嘅號碼波入面。咁門路啦，大小啦，就覺得係第一種偏單嘅，係，但係佢歷史上係未試過唔單日上嘅，未試過。咁呢，就繼續係偏少啊，但呢，以為佢係平均啦，但唔係，佢係開呢一隻波色，就估中2個藍波咯。但係呢，佢上期係開咗波色平均呢一段時間，開中間呢一段時間嘅號碼波，係啦。好出色嘅位置就喺呢度啦，不過太多啦，係啦。咁啊，希望你有睇中啦。返嚟今期呢就第10期噶啦。咁我哋呢一樣啦，每月第10期就88期嘅數據。咁呢，冷門有11個，旺波8個，加埋19個，你都可以喺呢19個入面，根據呢偏紅、偏綠、偏雙、偏少去做個選擇。俏呢加埋24個，最多開得最多係豬仔，咁開得最少就羊。咁啊24個入面你可以做個選擇啦。門路嚟講，10個門最旺，10個門最旺。其次呢，1個門，2尾最旺，6尾都緊隨其次。咁呢一啲係佢個組合波。咁呢就37就喺呢一度。41呢就隔一期，隔1個月，隔1個月嘅，係啦。咁啊，揀返第一個落球位啦。紅綠小雙6號，紅小單，紅綠小單，小單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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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紅綠小單，小
17紅小雙2號，其實18號都唔差。紅大雙30，綠大單43，綠小單6，又係11，冇理由開咁多，唔揀，揀個32號，加入心水。咁呢特碼呢就係偏小雙紅，今次係正常啲啦，得返23個落球，純為黃波。咁呢大家可以不妨喺呢23個做一個選擇啦。如果咁樣睇呢，咁呢佢就似係呢度嘅時候反一反，之後呢就開返個正常，所以第一個我會決定用平均，然後下面偏單，除咗中間反一反之外，其餘時間都係大小平，都係大小平。咁樣嘅情況下呢，第一個呢就大小平，第二個呢就呢個偏小線，4小2大。波色一期紅喺呢度，咁下一期決定係波色紅平均嘅呢一度。嗱，睇住啦，4個藍4個紅，個底係4個綠。如果你假設第一隻係呢個，我會揀第二種呢一個。佢係揸4個綠未試過喺呢度㗎，但係佢個底下面呢度有試過嘅，所以你可以試下。而且4個綠係有試過發生2次，所以你都可以咁樣去諗一諗，係啦。呢個係我個人嘅諗法，咁啊你自己可以停低諗下，你會點用啦？今次我會用超同大家揀波嘅。然後呢，工具箱組合搖，反選定係照用呢？照用，唔反選啦。照用嘅情況下，先嚟偏綠。偏綠4個2個，咁啊睇下啦。咁呢一度呢，我係會要嘅近呢，就係綠近得嚟呢，我唔想再見到11號，太密啦，11號開得。咁呢一個啦，5近1遠，6近。好，以上內容呢，只供大家娛樂同俾唔同數據，大家參考，切忌量力而為啦。咁祝大家好運，記得按讚、訂閱同分享，樂彩頭像貓啦，拜拜。